我庆幸6万年前没有与你在一起。他偷偷来找你做各种恶作剧，只是想吸引你的注意。就算你娶了别人，也应该好好护着他，把他养在身边。景昭就这么容不下他吗？本尊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缘起是你的骨肉至亲，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你怎么舍得把他弃在青池宫不闻不问啊？你愿意养着就养着吧，不愿意养着，随便打发到哪里去学艺。打发？看来你已经准备好迎接他长大后对你鄙夷的目光了。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是分不开了。你说完了吗？这才6万年，你怎么……本尊想换个活法，不行吗？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本来有的，现在没了。你笑什么？我庆幸6万年前没有与你在一起。以后没事，不要再来苍穹之境。本尊如今过得很好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。这么快就聊完了？刚刚跑去哪儿了？第一次来，随便逛逛。这白冰块怎么变了这么多？我就说吧，这种人没什么可聊的。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把这儿一把火烧了。第几次了？什么第几次了？我是来给他们母子俩送点糖人。你隔三差五的溜进青池宫，还玩那些把戏，真当我不知道啊？冰块，你如此沉不住气，久而久之就不怕无患发现啊？今夜上古，来了苍穹之境。本尊不糊涂。那你为何不拦着？这一个心心念念想见你，一个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本尊岂能拦得住啊？我睡不着。行，再让你见一面，快去快回，我帮你守着。